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，喜年纪念部编辑，台北1923，北部中会霸权。头书，因为説教伫台湾北部50年久，侪人不辞羡慕爱在早年教会的代志，所以有备办这本册。这本历史较侪是论起早年説教的事。现今教会的代志有讲较少，因为今年要做喜年会，纪念説教50年，所以所讲较侪是干涉伫初説教的时代。大仰望这本历史有利益的所在。历史部会，台北5月1日1923。忘掉咱两读吼，无要读。这张图是淡水新学校甲女学堂。早时政治甲风俗，台湾的行政伫1872年的时代有设台南府、德参、淡风厅，伫艋舺有淡水分府，伫新庄有分馆，基隆海防厅，伫宜兰有涵府，伫淡水有守备，裁判伫台北。若要决死罪，就到新竹。迄时新竹比台北较闹热，已经造成要考教，就去新竹。叫做县市，地方有设总理、地保，百姓关系小可案件是对地保。总理放倒事，大事则对官衙。当时的教育，各地方的读册人设厨房、教那定，以外无别项的学校。若读甲捌爱考秀才，就去新竹考，叫做官试，连试5场，入场试验若800人，到落尾场，服剩100人，也着搁去台南
过呼气，游园5场头。到发表就搁较少人，也着搁过倒台试考5场。若有一地就是真秀才，全台选15名，平埔1名，汉人14名，要去台南呼试，祈祷甲客店至少着80块银，是8000块银。散人袂得去，当时的风俗计带聘金第一做120块银，就嫁妆真侪，离缘的事是真少。若生查某囝，人较毋爱，有人拍死。迄时产业买钱银，照用毋免经过官府，简单双边砖头仔拄好，甲一个支箭就稳当。迄时无邮电局，官府有设走文书甲北汉人，名叫千里马，简单摕官衙的文书，百姓拢无寄批的所在，也无电报，无电话，无电火，臭油也少，是点火油，火柴也少是用火石。蛇草较侪，虽然有涂炭，人毋敢煮饭，讲涂炭煮饭食较冷。有人的砖塔是用铜甲银，第一号是台南绿金的，所用平常的布是青布、乌布、紫花布、花仔布真少。传染病也真少，因为甲外国无啥物交通，只有肺病、吐瀉病，破病拢是用汉药甲问笔，西药少人敢食。若是人客来，有诶好礼煞去陪鸦片来请医，也有人破病用鸦片做药。若扫流鼻水、腹肚痛、下肢、肺病、吐血、做痢，逐款病
若用鸦片真快好，总是袂长久。安尼所以食鸦片真多。做官人、好野人、绅士拢有食较多。酒醉的人真少，社会中分别上中下流，上流是社会中分别上中下流，上流是士农工商，中流是三医名博，下流娼妓、搬戏、红衣、收卡人、剃头、分股车、路财。下流的人，互人看轻，毋甲伊同道。佛教的初代宜兰的释梵辩宝，宜兰的释梵辩宝人数真多，有分36社。人数真多，有分36社，逐社有头人，称做土木，是经壳后三拍的，因的拳真大。凡顶拢着顺踢，土木大成信道理，无偌久。36社凡顶拢是教会真顺踢。当时辩宝真好业，逐人有土地，阁官府有配口粮互因收，就是汉人的田园，着纳官的税金，阁着纳辩宝的口粮。到呾辩宝真善的因单有3项：一项互汉人用技巧的法度吞食因；第2项食酒了；第3项辩断就袂进步。论因的性质，真有亲，因的迷信真深，至到离言真盛。有的到老捌离言上侪50摆，负认人互人离，上侪也有50摆。总是嫁娶免钱，对道理教因的所在，即号风俗就若火无。因出外若听见歹鸟声，虽然咧到位啦，也搁倒转去。破病就下天，若好就要做田。若是妇人生囝，逐日着去
随身躯，逐日着去讲哩，伫讲哩随身躯。当时因食饭了，食饭也无用箸，是用手摕，因无椅倒，是伫涂骹；无面床，是用床铺；无字生，是到该牧师来就甲因分字生。无字生，是到该牧师来就甲因分字生。有人有骹骨力，错失。土鱼、抾茶、草食、土鱼、抾茶，真侪树叶也会做菜，也海菜逐项食，有食青，也有煮食，枵煮才食。若是鱼甲肉，较常生食。煮的较少，到呾平埔较侪，真爽香，人数年较少。逐所在是安尼，有所在煞过无去。若将1895年卖电台的时代比较1872年，台湾有真大各样。一时伫台北有电报，到福州有火车对贵人到新店。政府设西学堂，有人力车，有火船，行台南，行厦门。香港有参事馆，互人寄批。参事馆 ，OK。台北是最台湾的首府，有轻车、舞台、布政。伫花莲港、大箍涵、新店。政府有拍青番，台北有造桥透三重埔，大车、商船会驶到艋舺，竹项马，港真深。台北第一好看的厝是大稻埕港边街，西洋人的地行风俗，食鸦片、活饺、
出在人，只有金刣牛只有金刣牛。别骹的负责人是牛，无别骹会讲是甲。捌科学的人真少，只有汉学的读册人讲是神事。童星最尊贵，因是第一骄傲，毋信道理。儒教伫台湾是最头第一有势力，阁有释教，势力较输。凡去食菜的人，较侪是为着做歹事，害人着惊去受刑，去受刑，还是时时做官孤独就去食菜。有钱人互丈夫离揣心去食菜，总是食菜的人少，是100分的1分若定。道教百姓受伊的礼仪第一亲，生死丧喜，夜神医病，官鬼拢是道士，搁动机讲是替神明讲话，伊的行踪真惊人，头毛拍散，脱腹体，下白裙，所讲的话无明。行路8字骹，跳跳，手举剑，家己破伊的头壳，加只红血直流，目睭圆，血流愈多愈丰神。愈体面，讲神有声，也有用铁枝一长卷透过喙皮，也坐铁顶椅，倒铁顶面床，互人光咧行，用火炭烧规堆，才走对火架，互伊烧死也捌。家己用剑刣死也捌。
安尼讲是无信心说话，真侪人破病，请伊来跳动，派药，害人不孝，所以历代以来，政府有禁，毋准伊安尼做，阁有红伊讲话，带阴间的神魂来甲伊的是该牧师娘甲马该牧师。人讲话，百姓真信伊，济害人不孝，政府也禁伊。若知就掠伊。对日本领台以来，人民有开化真无，讲是日教的通番。人民反转拳碗拜堂，就要入教。知基督教的人是好人，政府也信用。该牧师，加拿大长老会伫1870年以前已经有设宣道会的部会，要传教伫远邦，总是经过几若年，就是伫1871才派该瑞里做宣教师去远邦宣传主的真道。该瑞里的本所在就是加拿大翁特里奥省。伊伫3月21日1844出世。伊的爸母是苏格兰人，伫1830年搬家来加拿大徛起。伊的爸母是圣心的教会，下昏早暗旨意带家来祈祷礼拜。该瑞里有3个大兄，2个大姊，因逐人也是热心的信者。该瑞里对细汉就入公学校，伊真好学，虽茫年岁少也真勉强。到11岁，公学校出业，
卒业就读较悬的学校，读到14岁就卒业，到15岁去做公学校的先生，教册50年久，到21岁就赶入多伦多大学甲罗斯新学校，反当年1867就转去美国本斯顿 （Princeton） 新学校。迄时本斯顿不止出名，所以侪学生爱去遐对牛的博士求学问。伫遐3年久，到4月1870就卒业，倒转到加拿大。伫遐虽然3年久，若定犹顾伊永袂记得伊的先生的恩，常常少年因，学了因的博学以及因的疼读。好，今仔日读到遮。